耶穌死而復活唔單止係一個信仰嘅宣稱，而且仲係一個證據確鑿嘅歷史事實。即使我唔憑信心，唔用聖經佐證，我都有理由相信耶穌係從死裏復活過嘅。耶穌基督嘅復活係有事實嘅根據，我可以依照呢一啲嘅事實根據去辯證耶穌基督嘅復活。咁犀利啊！證據確鑿添啊！願聞其詳啊，師兄。首先，我會論證嘅係耶穌嘅歷史真實性。好多人以為耶穌係虛構出嚟嘅神話人物，係從來冇真實存在過嘅。但係要證明耶穌係真實存在過嘅歷史人物，我唔需要睇聖經，因為有非基督徒嘅歷史學家記載過耶穌嘅存在同埋事蹟。例如係猶太史學家約瑟夫斯同埋羅馬史學家塔西佗，喺佢哋嘅著作裏邊就有提及過耶穌嘅事蹟，足以證明耶穌係真實存在過嘅歷史人物。冇問題啊，我唔會質疑耶穌係真實存在過嘅歷史人物。By the way，我中意你嘗試唔用聖經去進行論證。我哋繼續。好，如果呢一點冇問題嘅話，跟住落嚟第二點，我會想論證嘅係耶穌有被釘過十字架。同樣地，除咗聖經之外，我頭先提過嘅羅馬史學家塔西佗，佢喺編年史裏邊就寫到耶穌被判處極刑。喺羅馬人嘅世界裏邊，極刑就係指最殘酷，用嚟對付奴隸或者係政治犯嘅十字架酷刑。所以耶穌被釘十字架唔係基督徒幻想出嚟嘅，而係羅馬帝國官方檔案同埋第三方歷史學家都記錄在案嘅歷史事實。冇問題，我唔會質疑耶穌係有被釘十字架嘅呢一點啊。你講開十字架，我想補充一樣嘢。好多人以為耶穌被釘十字架係因為佢自稱為神，但係根據羅馬法律同埋歷史背景，羅馬官方係因為政治嘅原因處決耶穌，而唔係神學嘅原因。當時羅馬統治緊呢個猶太行省，佢哋唔太在意猶太人內部信緊嘅係咩神。耶穌之所以被送上十字架，最直接嘅導火線係因為佢高調咁進入耶路撒冷，喺聖殿裏面反台，宣揚天國而唔係羅馬帝國，有煽動嘅危險，所以被捕、定罪同埋被釘。唔好意思啊，拆開咗，你繼續講埋落去先。OK， 多謝你嘅補充先。究竟耶穌點解被釘十字架，唔係今日我論證嘅重點，咁我就唔特別回應啦。總之，我哋嘅共識就係耶穌係有被釘到十字架嘅。OK， 咁之後第三點，我想論證嘅係耶穌係死喺十字架上面嘅。如果我哋深入了解一下羅馬十字架酷刑嘅話，我哋係有好強嘅理由相信耶穌係死喺十字架上面。當時負責行刑同埋驗屍嘅係羅馬士兵。根據當時嘅法律，如果羅馬士兵冇成功咁將應該被處死嘅政治犯處死，咁佢哋就要被判處死刑。喺咁樣嘅軍法之下，羅馬士兵係好有動機去用盡所有嘅方法去確保犯人死亡。例如，如果遇上節日需要快啲收屍，佢哋會直接打斷犯人嘅雙腳，令到佢哋冇辦法再用腳撐起自己嘅身體去呼吸，令到佢哋喺幾分鐘之內窒息而死。你呢個論證似乎只係成功咁證明到羅馬士兵係好有動機去確保耶穌係徹底死喺十字架上面，但係未能夠完全證明到耶穌真係死喺十字架上面。有一啲唔信耶穌復活嘅人，佢哋會提出一個叫做假死論嘅講法。佢哋話耶穌當時有機會其實係冇死到嘅，只係休克咗啦、昏迷咗啦，醒翻之後門徒咧就誤以為佢復活。我想知如果你唔用聖經，你可唔可以都論證到耶穌係死於十字架上面呢？可以啊。我頭先提過嘅猶太史學家約瑟夫斯喺猶太古史入邊用嘅字眼係判處他死在十字架上。約瑟夫斯作為一個同基督教保持距離嘅猶太學者，既然佢用嘅字眼係判處他死在十字架上嘅呢一個字眼，就證明喺西元一世紀社會共識同埋官方記錄裏邊，耶穌係死喺十字架上面。約瑟夫作為一個猶太學者，佢寫耶穌死喺十字架上面，的確咧係增加咗耶穌確實死喺十字架上面嘅可能性，但係邏輯上似乎係未能夠完全排除耶穌係假死嘅可能性。不過現代嘅歷史學家普遍咧都唔認同呢個假死論嘅，我哋大可以咧唔喺呢個點嗰度糾纏，就當耶穌係死喺十字架上面啦。咁之後咧 OK， 第四點就係空墳墓嘅存在。如果耶穌冇復活，我哋點樣解釋空墳墓呢？個墳墓空咗唔即刻等於耶穌係復活咗嘅。首先，耶穌有冇被埋葬，歷史上係有爭議嘅。因為根據羅馬人處置政治犯嘅慣例，十字架上面嘅犯人通常係會被暴屍荒野，或者係直接掉落去亂葬崗嗰度嘅，等啲野狗同埋禿鷹去食佢哋嘅屍體，用嚟達到殺雞儆猴嘅政治羞辱嘅效果。
就當耶穌係死喺十字架上面，屍體都極有可能係被掉去亂葬崗，而唔係墳墓。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使揾到一個空嘅墳墓，其實都唔會係耶穌嘅。好啦，我退一步嚟講，就當耶穌死咗之後咧，係真係有被埋葬喺墳墓裏邊，之後墳墓真係空咗，咁邏輯上都唔代表耶穌係一定有死而復活嘅，可以係頭先講過嘅假死啦，亦都可以係門徒偷咗屍體，然後再聲稱耶穌復活啦。所以我認為單憑空墳墓呢個 point 其實係好弱嘅，對你嘗試唔用聖經去論證耶穌嘅復活，似乎幫助唔大。好，空墳墓呢個 point 我可以讓俾你嘅。我仲有第五個更加勁嘅 point，就係初代門徒嘅殉道。初代門徒宣稱喺耶穌死咗之後，親眼見到耶穌，並且同佢有互動、有接觸，並且因此徹底改變生命。之後佢哋不斷去宣教，令到教會出現爆發式嘅增長。後來初代門徒仲因為堅持信仰而殉道添。如果耶穌冇復活，我哋點樣解釋呢一切咧？如果耶穌冇復活到，我哋點樣解釋初代門徒寧死不屈都要為信仰殉道啊？門徒殉道嘅呢個講法咧，我都成日聽嘅。我以前咧都覺得呢個講法係好有說服力嘅，會令我覺得咧似乎耶穌復活係唯一解釋一切嘅可能性。我以前對初代門徒宣教嘅想像咧係咁樣嘅。首先就係門徒見證耶穌嘅死而復活啦。後來耶穌升天之後，門徒咧就開始宣教啦。佢哋冒住生命嘅危險啊，不斷咧去宣講耶穌復活嘅信息。佢哋冒住生命危險係因為一開始羅馬政府咧就打壓佢哋啦。如果羅馬政府咧捉到佢哋咧，佢哋就要被判處死刑啦。但係只要門徒被捉到之後肯改口、放棄信仰，佢哋就唔使死啦。而且佢哋宣教係一啲好處都冇嘅，係純粹係為咗真理而做嘅。喺我以前嘅認知裏邊，最後12門徒嘅結局就係被羅馬政府全部捉拿，但係佢哋寧死不屈啦，就算被虐待、被毆打都好咧，都唔肯放棄咧耶穌死而復活嘅呢個宣稱啦。最後咧就英勇殉道啦。以前嘅我一諗到呢一個嘅想像咧，我就會眼濕濕啦，會覺得好感動啦，好熱血啦，好敬佩呢啲門徒啦，會諗哇，耶穌一定係有復活啦。如果唔係，門徒點會連命都唔要，都要捍衛呢個信仰啫？我想問呢個想像係咪同你諗嘅差唔多咧？係啊！乜呢個想像有問題咩？好簡單咁講，呢個想像咧係基督徒美化出嚟嘅故事啦，而歷史咧並唔係真係咁樣嘅。首先喺呢個想像裏邊，門徒只要宣講耶穌復活，就會面臨生命嘅危險，會被羅馬政府捉拿，並且咧會被判處死刑。不過咧，只要肯改口唔信耶穌，推翻咧耶穌復活嘅信息，佢哋咧就會被釋放。但係根據歷史學家 John Dominic Crossan，初代門徒起初宣講復活嘅信息，其實係相對低風險嘅，並唔會面對羅馬政府嘅即時打壓同埋拘捕，更加唔會被判處死刑。更莫論話咧咩，只要改口就會被釋放。第二，喺呢個想像裏邊，門徒宣講復活嘅信息係一啲好處都冇嘅。但係根據歷史，甚至係根據聖經裏邊嘅使徒行傳，門徒宣講福音係有獲得實際嘅利益嘅。呢啲利益包括係社會地位同埋權力嘅瘋狂躍升，金錢同埋財富嘅管理權，同埋巨大嘅心理滿足感同埋歷史使命感。初代門徒大部分都只係最底層嘅文盲漁夫，但係宣講福音之後，佢哋慢慢成為幾萬人組織嘅最高精神領袖。當時佢哋推行凡物公用啦，信徒咧都變賣家產變成現金，然後咧全部堆喺使徒嘅腳下面啦，交俾佢哋全權去管理啦、支配啦。更加重要嘅係，佢哋由底層百姓搖身一變成為群體領袖，帶領眾人參與一場顛覆羅馬帝國、迎接天國降臨嘅龐大歷史運動，被群眾集體依賴同埋崇拜。唔難想像咧，門徒因此獲得嘅心理滿足感同埋歷史使命感係有幾咁巨大。最後喺呢個想像入邊，門徒嘅結局係被羅馬政府全部捉拿，但係佢哋咧寧死不屈，就算被毆打、被虐待都好，點都唔肯放棄咧耶穌死而復活嘅呢個宣稱。最後咧英勇殉道。但係根據歷史，初代門徒嘅結局其實並唔係咁樣嘅。歷史上面能夠確定嘅初代門徒殉道者其實得2個人，就係彼得同埋保羅。而其餘門徒嘅壯烈殉道故事，歷史學家證實全部都係嚟自第2世紀或者係第3世紀，甚至係更後期先至出現嘅次經同埋民間傳說。呢啲嘅故事喺歷史學上面被定性為基督教浪漫主義傳記小說，係後世教會為咗宣傳、為咗激勵信徒而將門徒嘅故事高度神話化同埋英雄化。好啦，可能你會話，喂，咁起碼我哋都有2個殉道嘅初代門徒啊。好啊，我哋就放大嚟睇下彼得同埋保羅係幾時死同埋點解死嘅。
根據歷史，彼得同埋保羅咧係死於呢個西元64年至到67年之間嘅，即係由初代門徒宣講復活信息開始計起，已經過咗30幾年。經過30幾年嘅成長，當時嘅基督徒群體咧亦都越嚟越大，教會由猶太地方蔓延到去羅馬城，開始咧威脅到羅馬政府嘅權力。根據塔西佗嘅記載，喺西元64年嘅羅馬大火之後，尼祿皇帝需要揾一個代罪羔羊嚟到去平息民眾對佢縱火嘅憤怒。佢開始標籤基督徒為一個社會不穩定因素同埋顛覆傳統羅馬價值嘅邪教組織。佢先後處決咗教會領袖彼得同埋保羅，主要係為咗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同埋鞏固權力，而唔係為咗逼佢哋推翻自己嘅信仰，否認耶穌復活嘅信息。當時嘅羅馬法庭唔係一場神學嘅辯論場，所以就算彼得同埋保羅肯改口，都唔太可能可以改變自己需要被處死嘅命運。所以基督徒所想象嘅初代門徒寧死不屈，就算被虐待、被毆打，都唔肯放棄耶穌死而復活嘅宣稱，最後英勇殉道嘅呢個講法咧，其實並唔係真係咁貼近史實。等陣先 Norman， 你講咁多搞到我好亂啊！其實你個 point 係咩咧？我個 point 係根據一般基督徒對初代門徒殉道嘅想像，確實係會令人覺得咧，唯有耶穌真係從死裏復活先可以解釋晒一切。但係如果你睇翻歷史事實之後，似乎我哋可以考慮埋幻覺、神話演變，甚至係謊言嘅可能性。歷史學家例如係 Bart Ehrman 以及 Gerd Ludemann 會嘗試用 grief hallucinations 悲痛幻覺去解釋點解有部分嘅門徒或者係耶穌嘅親人喺耶穌死咗之後見到耶穌嘅經驗。呢個講法唔係憑空捏造嘅。根據現代多項心理學臨床研究，喺配偶或者係至親離世之後，高達30到50% 嘅喪親者喺清醒狀態下曾經主觀地感受到死者嘅存在。佢哋會非常真實咁聽到死者嘅聲音，喺房間角落睇到死者嘅身影，甚至係感受到咧被死者觸摸。呢啲歷史學家提出，耶穌死而復活嘅信息就係由呢一啲經歷悲痛幻覺嘅人向其他門徒分享開始。你可以想象下當時嘅畫面係咁樣嘅。呢啲經歷咗悲痛幻覺嘅人，例如係抹大拉的瑪利亞或者係彼得，用極其堅定嘅態度，淚流滿面咁樣咧，同其他匿埋嘅門徒講：我見到耶穌啊，佢同我講嘢啊！呢種強烈嘅情緒感染力，喺一個處於集體創傷嘅小群體裏邊咧，就好似咧野火咁樣蔓延。當時嘅猶太人本身就相信喺末日嘅時候，義人將會復活。當門徒聽到呢啲嘅見證同埋經歷咧呢一啲嘅好似見到耶穌之後嘅幻覺，佢哋唔會好似現代人咁樣咧去解讀為幻覺啦，或者係見到鬼啦。佢哋唯一嘅文化解讀就係上帝已經將耶穌從死裏復活啦。後來30年嘅宣教過程裏邊，耶穌復活嘅故事不斷喺群體之中流傳。當時嘅普通人咧係唔識字嘅，所以咧一般都係用口耳相傳嘅方式將呢啲嘅故事去流傳落去。當故事一次又一次喺30年間不斷被流傳嘅時候，故事咧就在所難免地咧會發生變化、扭曲、增添以及刪減。呢個過程就係所謂嘅 mythological drift 神話演變。另外，因為有巨大利益牽涉在內，即係頭先有提過嘅社會地位啊、權力啊、金錢啊、心理滿足感啊等等，所以過程中即使有人刻意去誇大，甚至係虛構耶穌復活嘅情節，都唔係啲咩天方夜譚嘅事情，係十分之合乎人性嘅。呢個就係考慮到客觀歷史事實同埋現代心理學嘅情況下，歷史學家會提出嘅一個解釋嘅可能性。因此，耶穌死而復活並唔係唯一嘅解釋，亦都唔係你所講嘅證據確鑿。咁呢個最多都係一個可能性啫，唔能夠徹底排除耶穌復活咗嘅可能性㗎。我仍然會憑信心相信耶穌係戰勝死亡、從死裏復活嘅神。哈利路亞，讚美主！哦，咁冇問題。人憑信心相信咩都得嘅。人可以憑信心相信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會翻嚟審判呢個世界，亦都可以憑信心相信女媧創造天地，玉皇大帝掌管天庭，孫悟空被壓喺五指山500年，或者係印度嘅濕婆神將會跳呢個毀滅之舞毀滅世界，然後宇宙會重新被啟動。但係你唔可以單單因為耶穌復活有一定嘅歷史性基礎，就宣稱耶穌從死裏復活係證據確鑿嘅歷史事實。